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2月10號星期一啦，都想同大家跟進下中美貿易戰之間加徵關稅啦，對香港嘅影響。咁其實過去幾日咧，相信喺香港有做輸往美國電商生意嘅朋友，以至一啲物流行業，甚至乎係有做一啲速遞運輸嘅公司咧，其實都相當之混亂啦。咁因為本來特朗普喺2月4號咧就決定係美國對華咧係徵收額外嘅10% 關稅啦，咁同時咧亦都係更大殺傷力咧係決定咗咧係撤銷咧係中國對美國小額豁免嘅所謂$800嘅一個豁免措施。咁呢個咧其實對成個業界啦，包括內地嘅出口啦、內地嘅廠商咧，嗰個影響力咧係相當之巨大。我形容甚至呢個小額豁免取消咧，比關稅本身嗰個殺傷力咧係更加之猛烈。對有啲經濟分析師都話啦，甚至乎影響到咧係內地2025年無論係出口以至整體嘅 GDP 咧，都會有好大影響。咁啊，今日想花啲時間咧同大家講下，其實呢個所謂小額豁免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由2016年開始咧，已經將嗰個限額咧由$200啦提升到$800，咁就係意思就係話，如果一啲小額嘅價值嘅貨品啦，由外國輸入美國咧，只要個價值係低過$800啦，都唔需要特別加徵關稅。咁大家留意呢個$800呢個限額咧，其實喺眾多市場入邊咧係美國係特別之高啊！佢講緊如果譬如大家喺英國嘅朋友咧，都會知道，而家比較起上嚟咧，英國嗰個小額豁免咧，大概係$180左右，大約係1300到1400港紙。咁而日本更低啦，可能得$70。咁而最低嘅可能係加拿大，講緊係$15。咁你見到由美國嘅$800同加拿大嘅$15比較咧，你見到嗰個差距咧係相當之巨大。咁呢個亦都造就咗咧過去幾年咧，其實好多中國電商咧係透過呢個所謂稅務嘅漏洞咧，係不斷加大咧係出產運輸或者賣產品咧去美國咧係即係做佢哋嘅一啲嘅生意，亦都係變成咗大家好清楚啦，就係兩間巨大嘅電商公司，包括天湖同埋SHEIN咧，其實都係變成咗一個企業嘅巨無霸，甚至乎係威脅到阿里巴巴呢啲本身電商嘅巨人，佢哋嗰個發展嗰個策略。咁根據翻美國邊境保護局嗰個數據啦，講緊喺2024年咧，有13億6千萬件包裹咧係基於小額豁免咧係進入美國境內，高過4年前嘅6.37億件，講緊係升幅超過1倍。咁而當中咧，好大部分咧係嚟自中國。有研究估計咧，呢13億件嘅包裹入邊咧，其實有70%咧都係中國輸去美國。而計算翻價值咧，喺2023年嘅數據咧，講緊係有$540億嘅產品咧係透過小額豁免進入美國。咁如果由咁樣嘅角度睇，有70%咧，其實都係講緊300幾億嘅美金嘅數字咧，係由中國輸往美國。咁你見到其實係一個絕對大嘅生意嚟。咁而家根據本來嗰個執行嗰個禁令咧，就係呢個小額豁免$800以下咧，對華嘅產品咧係將會暫停咗呢個小額豁免嗰個稅務嘅優惠啦。咁其實嗰個影響力咧係比加徵關稅本身咧係更加大，因為試想下，如果係未有撤銷呢個$800嘅小額豁免嘅時候，你只要嗰個貨品本身係低過$800嘅，咁其實講緊係5-6千蚊港紙嘅貨品咧，其實輸去美國咧係唔需要即係做任何關稅。就算你真係之後加徵咗一成關稅咧，只要我個貨單係低過$800啦，我輸去美國咧都唔會受影響。咁但係而家特朗普本來係
決定取消呢個小額豁免咧，咁大家想象到其實嗰個影響力咧，比加徵1成關稅本身咧係更加之大，因為好多唔同嘅電商以至係賣產品去美國嘅朋友咧，都會透過呢個小額豁免咧，係將個貨單係打散啦、拆細啦，咁就避免咗呢個加徵關稅嗰個措施。咁但係上星期五咧，特朗普係突然間叫暫緩咗呢個小額豁免嘅一個徵稅啦。咁其實個分析咧都係講緊因為係美國海關嗰邊咧係積累咗咧太大量嘅貨品，令到係邊境嗰邊咧係處理唔到咁多嘅產品，同一時間咧係擠塞咗喺美國嘅邊境，所以咧先至係暫緩咗呢個所謂小額豁免嘅一個徵收。咁但係而家講緊係成個邊境入邊咧，喺譬如甘迺迪機場咧，已經有100幾萬個包裹咧係擠塞滯留咗喺機場入邊。咁可以想像到咧，係引發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混亂嘅情況，所以特朗普咧係暫緩咗呢個小額徵收。咁但係只要其實成個美國海關咧，建立咗一個相關嘅系統同埋流程咧，相信加徵關稅其實最終咧仍然都會係執行，包括可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加強人手。咁所以呢個暫緩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暫停嘅措施。咁但係呢個成個加徵關稅以至係取消小額豁免咧，對香港嗰個無論係物流業，頭先講一啲小商戶出產去美國銷售產品嘅電商，甚至乎係國泰航空咧，本身都會構成好大嘅影響。呢度講緊咧，其實譬如講緊嚟緊SHEIN嗰個估值，因為佢嚟緊咧都會計劃喺倫敦上市。其實因為正呢個措施執行咧，已經令佢嘅估值咧係跌咗1/4。講緊嘅估值係跌到大概係500億美元。咁你見到其實成個影響咧係執行成方面咧，其實出現咗咧好大嘅問題。根據內地一啲物流行業嘅估算咧，如果真係成個小額豁免條款係最終都仍然被取消咧，其實每個貨運訂單嗰個成本咧，大約就會增加10到20美元，講緊可能係80到160蚊港紙。咁呢個對美國嘅消費者嚟講咧，特別係啲小額嘅訂單咧，其實嗰個影響力係相當之巨大。可能會寧願係唔買啦，或者係購買翻美國本土嘅一啲貨品咧，係避免呢個咁龐大嘅一個突然間加徵嘅一個物流啦、關稅嘅一個影響力。咁呢個我哋值得留意係國泰航空。其實國泰航空咧，佢舊年嘅業績半年業績咧，都睇到咧，其實客運量嗰個收益咧係有所下降，反而係貨運收益咧係仍然有所增加。咁其實之前上個禮拜我都有節目提過，其實有分析員嘅報告都提出咧，其實而家國泰航空有超過一半嘅出境貨運量咧，都係同電商有關。預計如果成個小額徵稅嘅措施咧係突然間取消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國泰嘅貨運量啦，或者佢嘅收益咧，每跌1個百分點咧，就會可能影響到2025年國泰航空咧係2個百分點嘅盈利表現。咁呢個其實都影響係相當之巨大，因為國泰咧啱啱嗰個業績咧先至叫做復常啦。而家講緊國泰嗰個客運嘅運載力咧，先至啱啱接近恢復疫情前，反而係空運咧，其實一早已經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亦都令到香港國際機場咧成為咗全球最繁忙嘅空運中心。咁如果最終係特朗普有加徵翻呢個小額關稅嘅取消豁免啦，其實對國泰以至係成個香港嘅空運物流業咧個影響係相當之巨大。過去呢幾日咧，我哋留意到喺網絡上一啲報道咧，其實好多一啲小商戶、一啲電商其實都
應付嗰個政策嘅變化咧，都係感到非常之吃力。有啲係提前向美國客戶加徵1成關稅，咁但係突然間又話取消翻成個暫緩小額豁免咧，又令呢啲電商咧又要回分翻俾美國嘅客戶。咁我見好多報道都提到咧，其實呢啲電商咧都係怨聲載道，因為成個政策嘅變化咧，實際上係轉變得太快。目前我哋見到最新香港郵政咧又話恢復翻啦，可以對美國嘅貨品嘅出口啦，可以個郵件嘅交付咧係再重新恢復。咁當然香港郵政唔係單一途徑，係香港可以出口貨品到美國。我哋仲有其他速遞公司，包括係 UPS 啦、DHL 啦。咁但係佢哋嗰個運載嘅成本咧，比香港郵政咧，我見有啲報道講啦，可能高2-3成以上。咁所以香港郵政咧，仍然都係一個比較低成本啲嘅一個輸往美國嘅一個物流嘅一個手法，一個途徑。咁而家雖然話香港郵政咧係重新恢復翻去輸往美國，咁但係香港郵政自己都提醒市民咧，美國政策係朝令夕改啦，可能隨時會改變政策㗎。咁加上咧係寄去美國嘅郵件啦，可能會被積壓而導致延誤。咁所以你見到咧成件事情咧，其實對香港嗰個轉口空運嗰個角色咧，係影響會係非常之巨大。呢方面咧，其實我見坊間係比較少呢方面嘅報導，都係集中講咗喺關稅嗰邊。但係其實小額豁免呢個政策嘅轉變咧，對香港無論係國泰，以至係成個空運物流業，以至係好多電商有出口去美國嘅商戶咧，其實嗰個生意嘅影響咧，可能比想象中巨大。咁呢方面咧，我哋會繼續跟進咧，同大家報導最新嘅發展嘅。咁啊，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咧，可以訂閱啦，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 啦。咁我哋聽日再會。